来继续来看这个立法院今仔日邀请卫福部针对健康防疫安全网的建立，甲全民健保的财务状况来做专题报道。会前，这个卫福部的处长接受到媒体访问，讲部长陈时中为了要推动防疫的新生活，到垦丁受到当地欢迎。啊，那台南嘛已经发出着邀请函咯。陈部长敢嘛会去台南市咧？这个处长来回讲，也是爱一步一步来规划。当然，振兴国内的经济真重要，但是稳住疫情也是更上头前。阿中部长垦丁行透透，台南嘛发出邀请函，想要办一个，也配合陈时中的好人气，敢有法度成行？不是说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这么密集的去的不过这个我想部长那边会做规划。另外，陈时中嘛挑战调整健保，会在卫福部处长试水员到立院卫权委员会备询，针对健保财务状况，到明年底就无安全准备金，是不是需要调起嘛做出回应？第一个可能要考虑费率的调整啦，费率的调升，那部分负担的增加是比较不考虑的。就台湾的医疗环境上担心的也是资源被浪费，所以陈时中部长讲，看病超过一定数量的人提关健保费，但是要救健保，就医习惯必须要改。平均每人每年的就医次数高达15次啦，是其他的已开发国家的3倍。即马国内民众渐渐恢复正常生活，但是社交活动、亲像艺文活动、甲职棒等标准无同，试售完解说3个原则，包含维持社交距离、挂嘴烟、甲做好隔开的措施，保障自身的健康。千万唔通因为疫情渐渐平和，就大意假做防疫的漏洞。